大家好，最近網絡上瘋傳一篇堪比好萊塢大片嘅爆款文案，裏邊繪聲繪色咁描述咗一系列驚天大八卦，話講喺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後台，謝霆鋒拎出一枚12克拉嘅藍鑽向金牌經理人霍汶希求婚，又講霍汶希收埋咗一個12歲嘅私生子，手腕仲戴住刻有霆鋒二字嘅銀手鐲，甚至連天后王菲都牽涉其中，話佢喺北京四合院罰狂雜碎價值超過3億嘅定情信物。呢篇文案寫得似層層，連 DNA 鑑定報告、謝賢喊到解開襯衫驗胎記嘅細節都有。但係各位精明嘅觀眾，作為經驗豐富嘅娛樂主播，我今日必須同大家講一句：停！大家食花生之餘，一定要保持清醒。呢啲看似引人入勝嘅豪門恩怨劇本，其實只係網絡上為咗博取眼球而編造嘅同人小說。身為一個負責任嘅娛樂媒體人，我今日嘅任務就係撥開呢啲誇張嘅網絡迷霧，根據真實發生嘅事實，同大家娓娓道嚟，還原謝霆鋒、張柏芝、王菲以及整個謝氏家族最真實、最立體嘅情感與事業糾葛。準備好你哋嘅大心臟，我哋馬上開始。記得一定要睇到最後，順便動動你發財嘅小手，點讚、訂閱、分享。首先，我哋要擊破嘅第一個迷思，就係關於謝霆鋒同霍汶希之間所謂嘅印秘情史。網絡傳聞將佢哋塑造成地下情人，甚至荒謬地編造出12年私生子嘅橋段。但事實嘅真相，往往比小說更加動人，而且係充滿着肝膽相照嘅江湖義氣。霍汶希係咩人？佢係香港英皇娛樂嘅超級金牌經理人，係謝霆鋒演藝生涯中不可或缺嘅鐵娘子。佢哋之間嘅關係絕對超越咗普通嘅男女之情，而係一種歷經生死、共同進退嘅戰友同親人關係。回想當年，謝霆鋒仲係一個滿地爛攤子、年少輕狂嘅叛逆少年，係霍汶希一直企喺佢身前，幫佢擋閃光燈，幫佢處理公關危機。從頂包案嘅人生谷底，到後來怨婦立地發展，再到如今建立風味商業帝國同票朝廷後期製作公司，將公司估值做到幾億港元，霍汶希都係謝霆鋒背後最堅實嘅推手。網絡上講霍汶希喺2011年為霆鋒生子，呢個絕對係無稽之談。霍汶希確實有一位可愛嘅女，但佢早已經公開坦誠自己係單親媽媽，女係佢同前男友所生。霆鋒一直視霍汶希嘅女為自己嘅契女，呢種係出於多年深厚友誼嘅關愛，而並非網絡傳言中荒誕嘅血緣關係。其實真金不怕紅爐火，就在2月11日，知名製片人霍汶希喺佢嘅社交平台上大大方方咁分享咗一張同謝霆鋒一家人嘅合影。呢張照片一出，瞬間掀起全網熱議。但熱議嘅焦點唔係咩緋聞，而係照片中流露出嗰份難能可貴嘅家庭溫暖。照片裏面，88歲高齡嘅謝賢穩坐 C 位，四哥頭戴鴨舌帽，戴住標誌性嘅墨鏡，氣場依然強大，仿佛時間喺佢身上停頓咗一樣。雖然已經邁入88歲高齡，但四哥依然保持住優雅嘅氣質同自信嘅神態，真係可以用貴氣十足4個字嚟形容。而站在四哥身後比着 V 字手勢，笑得非常燦爛嘅，正係四哥嘅前妻謝霆鋒嘅媽媽狄波拉。兩位年過古稀嘅長者，離婚多年依然能夠和諧共處，笑容裏面充滿慈愛。謝霆鋒亦都喺合影之中，佢低調咁陪伴喺父母身邊。近期謝霆鋒啱啱公布2025年將舉辦世界巡迴演唱會，預售瞬間爆滿。甚至連佢自己都笑清搶唔到票。喺事業再創高峰嘅時刻，佢選擇收起巨星光芒，專心陪伴年邁嘅父母同多年嘅老友霍汶希。呢張其樂融融嘅真實合照，正正係對網絡上那些離譜求婚、撕逼傳聞最有力嘅回擊。佢哋之間係純粹嘅親情與超越血緣嘅深厚友誼。講完霍汶希，我哋視線轉向謝家另一個重要嘅女人張柏芝。網絡爆款文案裏面，經常將張柏芝描繪成一個失去事業、孤苦伶仃嘅受害者，
甚至編造出佢為咗商業資源而送子歸謝嘅陰謀論。但事實真係咁殘酷咩？時光倒流到2008年果場風波，以及2011年兩人正式宣布離婚。張柏芝當時做咗一個非常勇敢嘅決定，佢放棄咗當時如日中天嘅演藝事業，選擇獨自撫養兩個兒子，長子謝震軒同次子謝震南。當時有港媒計算過，佢為咗湊仔，至少推掉咗好幾億嘅片酬。佢帶着兩個仔移居新加坡，親力親為咁照顧佢哋嘅起居飲食。多年來，張柏芝多次公開表示，兩個仔係佢生命嘅全部。然而，隨着時間推移，孩子逐漸長大，我哋睇到嘅張柏芝，並唔係一個充滿怨氣嘅前妻，而係一個越嚟越豁達嘅母親。近年，張柏芝悄然轉變咗態度，佢不僅允婦，甚至鼓勵兒子們頻繁同謝家接觸，參與謝氏家族嘅聚會。喺2025年謝霆鋒嘅香港紅館演唱會上，就有網民同媒體捕捉到15歲嘅 Lucas 同12歲嘅 Quintus 陪伴住嫲嫲迪波拉坐在 VIP 席，全程笑容滿面。演唱會落幕之後，謝霆鋒仲被拍到攜同兩個仔一齊去聚餐，三人並肩漫步街頭，被媒體形容為10年難見嘅謝家團圓。呢場團聚，好多人解讀為張柏芝嘅主動退讓。其實，這並非退讓，而係一種母愛嘅升華。有知情人士透露，謝賢多次喺公開場合稱讚前人媳張柏芝教子有方，將兩個孫教得非常乖巧懂事。而事實上，謝霆鋒雖然表面上極少喺社交平台大晒父愛，但佢早已經為兩個兒子設立咗高達數億港元嘅信託基金，將兩個仔列為絕對受益人。財經界人士分析，謝霆鋒近年將大量資產轉入家族信託，等 Lucas 同 Quintus 成年之後，就可以直接參與管理。張柏芝作為生母，雖然喺法律層面上未必直接掌控呢啲資產，但她對兩個兒子的培養同教育，已經印性地影響住謝家第三代嘅成長路徑。網民對於張柏芝嘅評價往往係兩極分化嘅，有人翻出佢近年做直播帶貨數據下滑嘅報道，質疑佢係咪因為經濟拮據先放手，但支持者馬上反駁，指出佢喺2024年豪擲8000萬港元購入淺水灣豪宅嘅事實，證明佢財力依然雄厚。社會學者指出，公眾往往對單親母親有着苛刻嘅雙重標準，既期待母親無私奉獻、寸步不離，當母親選擇讓孩子去擁抱更廣闊嘅父系家族資源時，又會遭受質疑。其實，張柏芝那句孩子需要更廣闊的舞台，正正反映咗一個成熟母親嘅大局觀。血緣與親情係割不斷嘅，張柏芝嘅成全絕非資本博弈，而係真正為孩子嘅未來着想。最後，我哋嚟傾下處於輿論風口浪尖嘅天后王菲。網絡同人民裏面，將王菲描繪成一個會因為吃醋而狂砸3億定情信物，甚至連夜飛去日本黯然神傷嘅怨婦。呢種描寫簡直係對王菲性格嘅極淡解。王菲係邊個？她係華語樂壇獨一無二嘅天后，係一個永遠活得通透、洗脫、隨性嘅女人。2014年，謝霆鋒同王菲上演咗轟動華人世界嘅世紀大復合，兜兜轉轉10幾年，佢哋再次牽起對方嘅手。佢哋嘅復合，並無網絡小說裏面那麼多狗血嘅猜忌同陰謀。相反，佢哋選擇了最低調嘅相處方式，冇瘋狂嘅高調放閃，冇捆綁嘅商業炒作。王菲依然過住她深居簡出，偶爾去各地旅行修行嘅日子，而謝霆鋒則將精力投入到佢嘅電影、音樂同埋烹飪事業之中。有網民捕風捉影，話王菲喺2025年被拍到獨自飛往大理礦菜市場，素顏現身，就推測佢同謝霆鋒情變。甚至拿他微博上一句舊歌詞相聚離開都有時候，沒有雜魔蓋永垂不朽來做文章。其實，對於已經步入50歲人生階段嘅王菲來講，愛情早已經唔係那種需要每日黏埋一齊，需要用3億定情信物來證明嘅激情。謝霆鋒同王菲之間係一種歷盡千帆，歸來依然係你嘅默契。佢哋明白彼此嘅空間，
尊重對方嘅生活方式。謝家祖孫三代嘅大團圓，王菲作為成熟嘅女性，絕對唔會好似小女孩咁樣去呷醋，甚至搞破壞。她明白謝霆鋒對孩子有不可推卸嘅父親責任，而呢份責任同佢哋之間嘅愛情並不衝突。那首宮鬥裏面唱嘅細水長流，正正係佢哋依家真實感情狀態嘅寫照。好啦，各位街坊，講到呢度，相信大家對謝霆鋒、張柏芝、王菲同埋霍汶希之間嘅真實關係已經有咗一個清晰嘅脈絡。網絡上那些關於印婚、私生子、集豪宅嘅爆款爽文，確實睇得人好過癮，滿足咗大眾對於豪門恩怨嘅獵奇心理。但係現實生活唔係 TVB 嘅8點檔肥皂劇，真實嘅謝家故事其實充滿着人性的溫暖與成長嘅妥協。係謝霆鋒充當年摔吉他嘅憤怒青年，成長為今日懂得陪伴88歲老父，承擔企業責任同父親責任嘅成熟男人。係張柏芝從麥千寵愛於一身嘅影后，歷經風雨後變成一個包容、豁達，願意為了孩子擁有更廣闊未來而放下昔日恩怨嘅偉大母親。係王菲始終如一嘅超然物外，用時間證明咗最高級嘅愛情，係給予對方自由與理解。係霍汶希20年如一日嘅陪伴，展現咗娛樂圈中超越名利嘅真摯友情。喺呢個喧囂嘅娛樂圈裏面，人際關係嘅溫暖係最難能可貴嘅。每一次謝家嘅相聚，都係一種緣分嘅沉澱。無論是四哥謝賢依然強大嘅氣場，船是霆鋒深沉納斂嘅父愛，佢哋都係用自己嘅方式話俾我哋知，無論外界點樣紛紛擾擾，家庭、親情同埋真誠嘅友誼，先至係萬事萬物嘅根本所在。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唔知大家聽完之後，對謝家嘅故事有咩新嘅睇法呢？你哋係點樣看待張柏芝嘅放手，又點樣評價謝霆鋒同王菲嘅低調之戀呢？如果你鍾意我今日嘅內容，覺得我分析得有理有據，請一定要俾個大拇指點讚，分享俾你身邊鍾意食花生嘅朋友。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期節目不見不散，拜拜。